礼多人不怪。按台湾人的送礼文化，在台湾，很多人相信礼多人不怪，意思是说，和别人相处的时候，多一点礼貌比没礼貌好。送礼就是一种表达礼貌和关心的方式。比方说，去医院看病人时，常常会带水果，像是苹果，因为苹果的平和平安的平发音一样，有祝福对方平平安安的意思。另外，有些水果不适合送人，像是梨子，因为离和分离的离是同音，所以人们觉得送梨子好像希望对方离开，这样不太吉利。还有散和分散的散，发音很像，也有分开的意思，所以情人之间不要送伞或梨子，免得对方误会。在台湾，很多送礼的习惯和字的发音有关系。结婚的时候，有些人会送红枣，因为枣和枣是同音，表示早生贵子，祝福新人早一点生小孩。台湾人也会在特别的日子送礼，比如小孩满月时，父母会送红蛋和油饭给亲朋好友。红蛋是红色带蛋壳的水煮蛋，表示圆满和好运。油饭里有香菇、虾米和肉，因为材料丰富，象征孩子未来能丰衣足食，生活过得很好。送礼是一种学问，不只要看送什么，还要注意送给谁，在什么时候送。如果能选对礼物，就可以让对方感到开心，也能让彼此的关系更好。